铁路国火车败马，现场救援的行动已经暂时结束，后续还佫有真侪代志爱做。咱总统蔡英文早起会去病院慰问伤者，那事故现场的火车嘛已经开始咧拖叮当。现场上新的状况，咱即马要连线互台记者洪敏珍、曾佩文、敏珍。是这个观众朋友，即阵记者人伫咧花莲国军总病院门卡口，拄呢总统蔡英文已经行卡到来到病院来探视在患者。今日9点10分的时，伊会伫咧大厅来发表谈话。今日根据上新的这个数据显示，这届败马事故的这个总指挥官朱树端，伊讲即阵罹难的人数是一个50人。今仔42位已经确认身份。根据昨这个救灾人员伫咧第一线来搜救的人员，因讲救灾10年的经验已经救百多届啊。不过讲即届败马事故，这车厢内底拢是血，尤其是第7节到第8节的车厢，伊用8点外钟的时间陆续把这个大体甲送出来。即阵车厢的这个救灾的工作，代替伫咧早起6点半已经把第1节的车厢抽出来啊，第2节甲第3节拍摄来今仔日完成。那么等下有啥物上新的情形，要随时连续报道。